都几岁了，还能知道点什么？听我媳妇跟我说，你带了个姑娘过来，在哪呢？就是这个姑娘，你看。我们认识啊？哦，何止认识，我们俩过命的交情。我跟你说，你可算出现了，我拿我的刀疤给你保证，嫁给他不吃亏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要嫁给他。啊？那你要嫁给谁？老板，再来一份炸猪排。好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这家店很重要，好吃吧？好吃。爱吃的话，下次再来。哦，刚刚那个，你们很熟吗？你跟他提过我啊？对啊，我跟他说你小时候翻墙头吵破了裤子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。其实很多事跟他说，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朋友。他是我首次主导从鬼门关拽回来的。原来过命交情是这个意思啊！我还记得他女朋友在手术室外拽着我，说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就算不能动，也要嫁给他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也算个半新手，我就站在手术台上，很紧张。我就想，一定不能失败，一定要把她救回来，让那个女孩亲口告诉她。魏医生，你真厉害，他们一定很感激你吧？其实我更感激他，患者从复健到出院，再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其实这也是支撑医护人员的信仰，维护医生的初心。在拍什么？没什么，拍景色。